次上場上咗幾耐啊？上咗1分鐘。做咩咁快落嚟啊？隻鞋爛咗啊！一路嗰隻波啲鞋氧化成粒仔啊！喺球場上咁嘅意外周不時有噶啦。嗰個波咧，佢贏我交俾人，點知我就吸佢左邊過佢，大過你好多。個波過去之後，我想跳高攬過佢嘅，佢一伸腳，佢踢唔到個波，踢到我腳，我咪失去平衡，成個打到咁打到地下度咯。哇！呢個啪嘅聲好響啊，地震啊！咁所以我肥啊，多肉咋，頂得順啊，冇乜嘢嘅。邊個啊？一隻係5。